大家好，歡迎嚟到和睦移民律師事務所嘅 YouTube Channel， 我係移民律師 Johnny。今期我哋同大家講翻話，係我行緊 Hong Kong Pathway，但係點樣更加快咁攞到 PR 呢？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啦！嗱，其實 Hong Kong Pathway 喺之前咧，我都已經講咗非常之多噶啦，主要都係講翻話你一係482，一係讀書移民。而482有啲咩風險，我諗我前面都講得好清楚啦。唔夠清楚嘅，記得喺個 comment section 同我講翻，再拍多條片同你再講得再清楚啲咯。咁關於 Hong Kong Pathway 咧，而家我同大家做一個極速 recap 先。咁讀2年書啦，有5年485咯，然後你住3年或者4年，你就可以申請Hong Kong Pathway 嘅189 Hong Kong PR 啦，或者191嘅 Hong Kong Pathway PR。咁呢樣嘢係目前咧係好 solid 同埋好容易行嘅一個 PR pathway 嚟嘅，因為對比於482，你要有個僱主，而呢期好多僱主執咗笠啦，咁大家有啲就仲見到話俾人翹起咗啊，或者仲要特登拎嚿錢俾個僱主啊，左計右計都計唔到個僱主清盤，結果爭啲成家都要翻香港。咁而讀書移民就冇呢樣嘢，基本上你自己讀唔讀得成嗰個書，其實都係靠自己嘅啫。你靠個僱主清咗盤，你都係渣都冇。咁後尾3年或4年更加簡單啦。睇翻你係咪真係住喺澳洲咯？你住喺澳洲咁就得。呢啲全部係風險可控，由自己決定。自己生命由自己作主啦，唔使靠僱主。呢個就係讀書移民。當然啦，你睇翻有2年、有3年、4年，咁後尾有申請，全部都係時間，差唔多去到5年時間。基本上係澳洲版5+1，仲要讀書。咁呢個點行呢？嗱，嚟到澳洲啦，嚟到本地啦，其實仲有好多唔同方法係可以加快去移民。你可以將 Hong Kong Pathway 作為一個保底咁樣行。兩夫婦一齊嚟，或者話2個 partner 一齊嚟啦。咁嚟到澳洲嘅話呢，如果你係讀 master 課程呢，就算你 coursework 又好 research 又好，你 master 或以上嘅課程，你個配偶係可以有無限工作許可嘅。所以我哋和睦移民律師事務所嘅同事幫大家去 plan 你個讀書移民嗰陣時，我哋會好清楚幫你諗翻話，其實你個移民個方案同埋個 pathway 應該要點樣行，同埋點樣去最大化你及早攞到 PR 嘅能力同埋方向。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喺澳洲，如果你要行到澳洲本地嘅技術移民啦，即係假設189、190、491啦，嗱189就淨係睇打分啦，咁呢啲你境外境內全部都一樣噶啦，睇你咩職業嘅啫。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話州擔保系列嘅190同491，咁呢個就好關鍵啦。因為你行緊讀書移民嗰陣時，我哋通常會 recommend 學歷低嗰個讀 master， 或者已經有 master 但係唔係喺 priority occupation， 或者你個 occupation 本身移唔到民嘅嗰一位讀 master， 或者話賺錢能力更加低嘅人嗰一位讀 master。而另一個係可能話有賺錢能力啊，有方向揾到工啊，跟住或者話佢係做緊 priority occupation 啊，例如 nurse 啊，或者話社工啊，或者 engineer 呢啲，我會建議呢一啲咧配偶咧，佢哋咧就主動去揾工喺澳洲度揸住呢個 full work right 喺澳洲度做嘢。點解咁講呢？因為 onshore pathway 嘅190、491咧，佢哋喺本身自己個州嗰度係好睇你有冇喺本地度做緊你自己嗰份工。唔好話我做緊 nurse， 但係我喺超市度打工，呢個唔得，係一定要做翻你自己本行，呢個好重要。嗱，呢樣嘢係用嚟幫你攞到 invitation。咁當然啦，你都行過 Hong Kong Pathway。如果你即係揸緊485啦，咁491你就自然唔會考慮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行緊讀書，個書先啱啱讀緊，而你收到491申請咧，呢個都係可以考慮嘅方法。咁當然啦，呢個係偏遠地區，通常我哋幫香港人做讀書移民，全部都係行190，而我哋律師由頭到尾幫佢 cover 住。睇翻話，究竟你點樣可以更加快咁樣拎到你個 PR？ 當然好多 client 都係咁樣攞到噶啦。佢喺本地做緊嘢嗰陣時，然後佢申請190，我哋幫佢入翻好個 EOI 啦。因為唔好覺得話 EOI 只係上網 click， 其實佢個失敗率都幾高。咁我哋幫佢 make sure 佢睇翻佢成個 planning process 由頭到尾，例如佢個英文分數啊，佢個職業啱唔啱啊，佢做緊呢份工搣唔搣到本地個 onshore pathway 個 requirement 啊，咁有冇啲伏位啊，有冇 claim 錯分啊，呢啲由頭到尾幫佢做翻好之後，佢如果收到 invitation 嘅話呢，如果190呢，恭喜你直接可以申請簽證，然後簽證一落嚟呢，就 PR 咗噶啦，咁唔需要再行 Hong Kong Pathway， 因為 Hong Kong Pathway 你等好耐。其實喺我哋和睦嘅 idea 就係，如果你係有 skilled experience， 即係你係做緊 skill work 嘅話，Hong Kong Pathway 我哋係用嚟做保底嘅。咩意思？即係話作為一個 safety net。咁所以190
係我哋通常幫我哋嘅 client 去 aim 189，當然都係啦。咁嚟到 onshore，我哋會幫你睇翻話你點樣行，邊一個州你喐到，同埋應該點樣喐。呢個就第一個方法啦 ，general skill migration。第二個方法呢，就係講緊482或者186咯。當然，如果好老實講，如果又翻去，如果你係已經有 graduate visa 485揸緊嗰陣時，或者你學生簽你讀到最後一個 semester 嘅話呢，我通常就 recommend 你唔好再 take 482啦。係你482你2年轉 PR，但係冇乜必要 take，除非係個學生簽證個副申請人去 take 482。如果唔係，我唔 recommend。咩意思呢？學生簽證可能先生太太，可能先生讀緊書，但係太太有僱主願意擔保佢，咁嘅話，太太就脫離個學生簽，進入482簽證。咁先生同埋小朋友就揸住個學生簽入埋過去入485簽證。咁樣嘅話，一家人係可以拆開2個簽證。咁太太一直堅持行緊482，睇喐唔喐到。太太如果行 onshore 嘅482簽證轉186永久居留簽證，只需要2年時間嘅啫。如果太太成功可以獲得資格申請186簽證嘅話，先生小朋友嗰啲全部一齊到時再 attach， 咁樣又可以快咗1年時間。如果你係 Melbourne、Sydney 或者 Brisbane， 快2年時間可以攞到 PR， 何樂而不為呢？咁但係當然，如果係主申請人，即係例如話我而家翻返去同一個 scenario， 如果係唔係太太攞到482，如果係先生攞緊482讀到最後一個 sem， 我個 recommendation 通常都係你讀埋佢啦，你唔好搞咯。讀完最後一個 sem 唔好再申請482，除非個僱主俾186你 ，which is 一個永久居留嘅僱主擔保簽證。如果唔係，冇必要。點解485你喐緊啊？你直接行個 Hong Kong pathway， 你住3年或4年就得啦。你都係靠自己啫，你唔需要你再靠僱主啊。如果僱主真係有心嘅，後尾有任何變動，你咪再同僱主講翻咯。但係僱主個失敗率係遠高於你自己嘅失敗率。Hong Kong pathway 我哋好少見到有香港人呢係真係去到行到後邊讀唔成書喐唔到嘅，最多就係去到某個位英文未必考到，佢要窒一窒等一等。呢個係 standard， 咁冇問題，都係自己嘅問題，好過僱主俾人經營不善啦。咁呢個你就真係翹起咗手啦。嗱，呢個就第二個方法，就係僱主擔保簽證，最好梗係佢直接行到個186 Hong Kong pathway 俾你啦。如果冇嘅，咁你就到時睇翻你用緊咩簽證，而同我哋再具體溝通研究啦。第三個方法呢，其實就係 partner visa， 即係咩意思啊？唔係話咩副申請人啊呢啲 partner visa 係講緊你 spouse visa。如果你嚟咗澳洲啦，你讀緊書，你男朋友或者啱啱新揾個老公老婆啦，跟住佢又係 citizen 或者永久居民呢，咁佢係可以直接 sponsor 你做 partner visa 嘅，呢個係冇問題。但係關於 partner visa， 我通常就好小心。咩意思呢？因為 partner visa 佢又係靠緊其他人，即係講真啦，移民呢樣嘢都係自己好 personal 嘅嘢，除非講真都已經感情好穩定啦，婚姻好耐啦，咁你咪直接做 partner visa 咯。但係如果你 Hong Kong pathway 你轉 partner visa， 即係做 spouse visa， 我就通常麻麻地嘅。咩意思啊？呢個世界靠自己又未必靠得好好，靠僱主又會清盤，咁你身邊嗰個人呢？咁啊，我做移民律師就見得多啦。通常我就 recommend 你繼續行翻自己個 pathway 咧，會好少少。除非你去到某個位係你唔行 partner visa， 你移唔到民，咁嘅話，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嗱，以上就係今集全部內容，同你具體分析講翻話讀書移民點樣一剔過，同埋點樣可以加快啲攞到 PR， 成件事點 plan？會唔會幫到你？如果你仲未撳 subscribe， 記得撳翻 subscribe、like、share。有問題放喺個 comment 嗰度，即刻答翻嚟。和睦移民專注澳洲，我係 Johnny，我哋下一期再見啦。